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啦！嗱，對面就係澳門啦，呢度就係珠海市中心關口物業啊，拱口岸一手精裝修住宅啦，望住成個澳門景觀啦，哇！10萬蚊首期你就可以攞低喎，4房喎，你睇睇精裝修交樓喎嗱，入門連條走廊都贈送嘅，仲有呢間房間都係贈送噶啦。呢度翻到拱口岸只需要5分鐘啊！嗱，真係嘅，西門子3件到呢個廚房，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咧，所見即所得。嗱，你需要乜嘢啊？就冇餐台同埋冇梳化啫，其他都係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嗱，睇下啲洗手間同埋睇下房間啦。呢邊睇山景啊嗱，2個細房間睇山景，你睇下，哇！睇望住一線嘅山景，呢度學區房嚟噶。小朋友翻學就喺行過對面馬路就 OK 嘅啦。呢度10萬蚊首期攞低關口物業啊啦，日日都可以見到成個澳門景觀啊！呢個 view 啱唔啱你啊？如果你有興趣嘅，又要買到珠海市中心嘅住宅啦，呢套應該啱你啊！有興趣評論區留言啦。